單位點樣透過線條同埋顏色突出現代感呢？返嚟節目時間，唔少單位嘅設計都具有現代嘅元素。元朗一個大約850尺嘅單位，點樣透過線條同埋顏色呈現大地風呢？呢個單位咧就係850尺啦，係一個3房單位嚟嘅。咁佢嘅要求咧其實都好明確嘅。咁最主要咧就係想要營造到一個大地嘅色通啦，呈現 modern 嘅款式喺入邊咁樣咯。modern 嘅元素最主要就係物料上邊配搭要夠豐富啦，有對比度啦，線條咧亦都會呈現得多啲唔同嘅 pattern 喺度咯，可能有直嘅螺線嘅密度線條啦，有帶弧收斜嘅線條啦，等等。由於佢哋想要一個大地色嘅色通啦，咁而新樓咧佢附送嘅地板咧已經係呈奶茶色嘅一個華木嘅地板嚟㗎，咁我就正運用咗呢一隻色咧就去襯托上去，用咗一個灰嘅顏色走晒一個主題咁樣咯。咁但係灰亦都有唔同嘅處理嘅，可能有啲係布紋啦、雲石紋啊，跟住淨色啊、金屬啊咁樣去襯托出嚟，令到個效果更加豐富。佢就有一邊好大嘅一個牆身喺度嘅。呢幅牆咧，我哋用咗一件家私去分咗3 part 嘅造型，去做到唔同嘅收納啊、換鞋區啊、電視嘅裝飾啊咁樣。咁由薄嘅牆去翻一個深嘅飾櫃之間咧，其實我哋做咗一個多層次嘅處理嘅，成個線條都充滿弧線嘅。咁我哋除咗運用焗油啦、雲石紋啦，仲有運用到布紋去呈現到 modern 效果嗰種拼合嘅。其實佢唔係真嘅雲石嚟嘅，其實佢係機壓嘅紋理嚟嘅，就可以做到一啲大斜又收弧嘅造型嚟得簡單啲，安裝上邊咧亦都會順利啲嘅。我哋就運用咗個光面啦，咁但係咧喺隔離嘅處理咧就用咗個瓦面喎。咁除咗喺物料上邊有對比啦，其實光暗面咧都做咗一個明顯嘅對比嘅，咁又令到咧呢一個電視櫃咧更加豐富立體。餐台隔離咧都有一組餐邊櫃嘅，咁呢組櫃咧我哋做到上頂啦，可以拉高到樓底嘅優勢啦。佢嘅線條咧，我哋都用咗一啲弧形嘅線條，但係呢個弧形嘅線條咧都係特別處理過嘅，佢係會有多角度嘅弧形去修飾出嚟，做到比較有現代嘅感覺。全屋因為新樓嘅關係啦，咁所以咧客飯兩邊廳咧只有2個主燈啦。咁為咗可以令到成件事 modern 一啲，一定要加翻一啲氣氛燈喺上邊，先至可以呼應翻成個設計嘅。咁我哋就喺家私嘅唔同嘅地方咧，做咗一啲暗藏嘅氣氛燈，好似呢組長身櫃啦，就刻意咧令到佢唔做到上貼頂嘅。咁除咗喺頂部可以做翻一個滲光啦，底部又特登唔會做到貼地嘅，令到成件家私咧好似懸浮咗喺個牆上邊咁樣，就增加翻呢個空間感咯。客廳隔離呢間頭房咧，其實我哋都作為一間長輩房咧，都會善用翻啲空間嘅。始終長輩咧都會比較喜歡實用為主嘅。喺床位方面咧，留夠咗足夠嘅長度之後咧，就算剩翻少少嘅空間咧，我哋都做咗一個比較實用啲嘅收納櫃嘅。咁唔好睇佢咁淺啊，其實打開咧，其實都擺到好多嘢嘅。基本上咧，成間房嘅牆身咧都用盡晒㗎啦。咁但係都要顧及到一樣嘢，就係唔可以嚟得太壓迫啦，因為始終太過擠擁會生活得唔舒服嘅。咁所以喺入門口嘅位置咧，都會做得比較矮少少，顧切翻成個設計嘅氛圍啦。咁喺門面都會用一啲螺線嘅線條咧去刻畫翻嘅。咁中房嘅色通咧就同客廳同埋頭房咧好唔同啦，戶主都想破格一啲，會想用一啲深嘅灰色去做到型格嘅效果。咁我嘅處理都用咗一啲唔同嘅灰色啦，去做咗通按通嘅對比，同埋用咗唔同嘅材質啦，有黑玻璃啦，有黑色嘅鋁框啦。咁同埋旁邊咧就係一個啞光嘅灰色去做咗對比嘅。咁呢間房咧係一間多功能嘅房啦，咁佢有梳妝台嘅功能啦，有工作台嘅功能啦，亦都係一間衣帽間嚟嘅。
咁由於咧有3個要求喺以上啦，咁所以咧家私咧都會用一個 U 型嘅擺放去呈現晒出嚟。咁好似而家呢個衣櫃嘅處理咁樣啦，其實做到上頂咧都係可以，但係換嚟嘅就係一個好擠擁嘅房間咯。咁而家我哋先留空佢先，如果日後真係有需要嘅時候，亦都可以加翻一啲活動嘅收納箱去擺喺頂上邊。最後嚟到主人房啦，咁呢一間房嘅用色方面咧，就其實結合翻頭先頭房同埋中房嘅一個中間點咁樣啦，就會係有深有淺嘅。亦都因為呢度係睡房啦，所以都加入咗少少嘅暖色喺入邊嘅。好似我身後嘅呢一組衣櫃啦，其實都揀咗一隻啡通嘅木紋色嘅。咁而呢一種木嘅材質咧，我哋都特別同佢揀咗一種木材嘅，有帶灰啦，有帶啡啦，亦都有反光嘅效果。而床頭嗰邊啦，我哋除咗用咗一個比較淺啲嘅灰啦，都用咗一個黑朱古力嘅顏色去做一個深淺嘅對比嘅。而床頭板嘅線條咧都呈現大弧嘅，為咗呼應翻全屋嘅收弧嘅設計啦，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功能嘅，就係咧，因為床頭以上咧係有一個橫梁喺度嘅，咁所以咧呢個大弧收弧嘅效果咧就可以修飾翻、減化翻個橫梁帶嚟嘅壓迫感。咁而呢一間房嘅擺位咧，其實屋主有個要求嘅，咁佢希望有一幅好白好大嘅牆咧，去做到投影嘅效果啦。咁所以咧，限定咗我哋床頭嘅擺放咧，都會喺呢一邊。咁但係要處理一個問題，因為床頭呢一邊咧，其實有一個維修嘅窗，但係咧我哋又唔想話破壞整體喎。咁我就咧用咗一個暗校嘅形式啦，去做咗一個好似隱蔽門咁嘅效果嘅。咁我會用一個吸盤啦去打開佢，就方便翻咧工人咧如果需要維修嘅時候咧，就可以隨時都會打得開。